4月初，丹那市风台是冲击台南甲嘉义，损失是真惨重。所在呢是继续落大雨、做大水，好今嘛极端气候已经是全球大问题。伫咧第一线的地方政府甲社区居民要安怎去应对？下午7点半，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来看因的故事。今年7、8月份，做风台落大水后，地处台南嘉义造成严重的灾情。极端气候毋是遥远的警告，是咱日常生活都会拄到的挑战。才会受到冲击的居民、少年人甲基层的公务单位，嘛咧学安怎面对灾害，找到家己生存的方式。你若讲小代志，公务机关会当处理，咱当然毋免动。但是遮尔大条的时阵，民间敢讲你真正要固伫咧厝里，当然来送便当嘛。所以，阮较会感觉讲，爱来办一个检讨会，互大家知影讲，以后拄到即个问题，咱民间会当创啥。以目前的情形来看，伫草地所在第一线服务的志工、村里长、村里干事年纪拢有较大。对地方来讲，伫有限的青年人口，建立会当运作的组织甲动员，做低超高龄化社会资讯的落差是重要的课题。我感觉我即马会使做的就是讲，阮少年的来找寻外面的资源，就是无一定讲只找村内的少年的，因为我感觉呢，那个量能可能发挥不出来。伫休假期间，嘛有大学生来到庄卡参与社区营造绿美化的比赛。不过因为拄着风台，嘛互因开始思考人甲大自然共生的关系。尊敬自然的物件，顺即界风，所以阮有惊到，所以甲阮的设计改变。以后可能嘛会当用即个经验，可能以后若有想要做啥物，就当调整讲安怎会当，就是咱甲自然和平相处的迄种感觉。极端气候带来威胁，嘛，互在地人都爱用行动来回应。不止个伫现处时的台湾，守护家园的责任，也袂伫咧世代之间产生强烈的意识甲责任。咱都爱好好来思考，加速行动，因为灾害是无咧经时间来的。记者吴天武、林建如综合报道。